各位，大家有冇諗過呢個世界有種人，佢哋條命就好似一道閃電咁，閃電劈落嚟，雷霆萬鈞，劃破長空，但係嗰道光嚟得快，走得仲快。1973年，李小龍當時正喺度拍緊《死亡遊戲》，佢身邊有個跟班叫做陳福慶。有一次，陳福慶無意之中睇到李小龍嘅手掌，一睇嚇咗一跳。點解？因為個掌心上面嘅掌紋非常之淡，非常之淺，得個稀稀落落幾條紋路。最得人驚嘅係其中有一條紋係一段一段咁斷開嘅，斷得好唔尋常。陳福慶活咗幾十年，睇過無數人嘅手，但從來未見過人有咁樣嘅手掌。佢出於好奇，走去頹咗本睇相嘅書嚟查，一查之下先知道，原來李小龍掌中嗰條斷斷續續極短嘅掌紋喺雙額上叫做生命線。睇相嘅書上面寫得好清楚，生命線長嘅人多半長壽，生命線短嘅人壽命絕對唔會長久。如果條線係一段一段斷開，斷而不連嘅話，呢個人一生之中必有大劫。陳福慶心入面當堂一驚，佢心諗李小龍武術咁高強，身體咁好，點可能短命啊？嗰本書講嘅可能只係迷信，一定唔準嘅。但係萬萬估唔到，就喺同一年，佢就聽到一個震驚世界嘅噩耗，嗰個改變咗成個華人電影世界，被譽為傳奇嘅武打巨星李小龍死咗，終年32歲。呢個消息一出，震撼咗全球每一個華人地區。香港政府當時非常鄭重其事，極度謹慎咁去解剖李小龍嘅遺體，企圖查出真正嘅死因。結果死因庭裁定李小龍死於非命，意外身亡。由嗰一日開始，李小龍嘅死亡之謎就成為咗整整半個世紀都解唔開嘅懸案。究竟係意外，係謀殺，定係命中注定？一個打遍天下無敵手嘅男人，點解佢嘅人生會好似閃電咁雷震四方，光芒四射，但最後只能夠曇花一現呢？佢呢一生究竟種下咗咩因？李小龍嘅爸爸、阿哥同埋佢本人嘅死因，竟然有住驚人嘅相似。呢個家族究竟背負住咩樣嘅業力？今日我哋就嚟同大家抽絲剝繭，講個清楚。各位，你哋知唔知李小龍嘅身體素質有幾恐怖？佢身高1.73米，體重65公斤，企喺度嘅時候同一個普通人冇咩分別。但係呢個身體做過嘅事，絕對唔係普通人可以做得到嘅。佢出拳嘅速度快到得人驚，拍電影嘅時候，導演甚至經常要苦苦哀求佢，叫佢放慢啲動作。如果唔係，攝影機嘅鏡頭根本捕捉唔到佢嘅動作，畫面會變成一片模糊。佢可以用單手嘅手指公同食指撐住地下做掌上壓，呢個唔係為咗表演，而係佢每日嘅日常訓練。喺片場等埋位拍戲嘅時候，佢會喺一個1.8米高嘅架上面放一個銀仔，然後跳起，一腳將個銀仔踢飛到舞台嘅另一邊，反覆咁做，不厭其煩。有一次，佢對住一個工作人員嘅耳珠踢過去，想展示佢對距離嘅精準控制，點知對方啱啱好轉頭，下巴當場被踢到甩通，佢先至肯收手。佢每日朝早堅持跑10公里，打沙包，練木人樁，每一個動作都要練到自己絕對滿意為止。佢甚至走火入魔到使用電刺激設備嚟訓練肌肉，希望用科技進一步突破人類身體嘅極限。佢同人講，咁樣練10分鐘就相當於普通訓練幾個鐘頭。佢食嘅嘢更加唔係普通人可以接受得到嘅。佢會自己調製一種特製嘅嘢飲，將生牛肉、生雞蛋、花生醬、蜂王漿、牛奶全部放晒落攪拌機度，一齊榨汁，
然後一口氣飲晒落肚。各位，一個咁樣將自己逼到人類極限嘅人，點可能會無端端倒下？但係大家要明白，身體唔係機器，機器超載會壞，人超載一樣會冧。李小龍喺美國三藩市出世，佢生肖屬龍，又生喺辰時。喺一啲命理學嘅說法入面，呢個格局叫做龍遇龍。古人認為有呢種命格嘅人，往往天生唔服輸，意志力比一般人強大好多倍。但係易經命理亦都有云，龍遇龍謂之自刑。所謂自刑唔係話有其他人嚟傷害你，而係你自己同自己鬥氣，自己同自己過唔去。呢種人最大嘅對手往往唔係外人，而係佢自己。佢嘅爸爸李海泉係香港粵劇界嘅名伶，行雲江湖多年，見過無數世面。佢一睇到呢個仔嘅命格，心入面就隱隱覺得有些不安。老一輩嘅人有一種講法，命太強嘅細路仔怕留唔住，即係怕養唔大，於是父母就幫佢改咗個女仔名叫做細鳳，仲俾佢着女裝，甚至幫佢穿埋耳窿。呢個係中國老一輩嘅傳統習俗，用呢個方法去壓殺，希望老天爺睇漏眼，當佢係個普通嘅女仔，手下留情，唔好收佢返去。但係命運呢家嘢又點會係咁簡單就可以壓得住呢？李小龍天生好鬥，由細到大都中意打交。後來佢喺街頭打交輸咗，輸得好難睇，佢條氣唔順。聽人講油麻地有個詠春拳嘅宗師叫做葉問，佢就即刻跑去敲門，話要拜師學藝。葉問望咗望眼前呢個少年，見到佢眼神入面有一團火，跟住葉問練咗幾年，李小龍嘅功夫越來越強。後來因為一場街頭衝突，惹出咗好大嘅麻煩。佢爸爸擔心佢繼續留喺香港，遲早會出事，於是決定送佢去美國避風頭。佢喺西雅圖落腳，一邊打工維持生計，一邊喺大學讀書。日頭上堂，夜晚就喺停車場嘅角落頭掛起個牌，教人打功夫，換取金錢嚟交學費。就係喺嗰個簡陋嘅停車場入面，佢開始將中國嘅傳統武術同埋西方嘅格鬥術一點一滴咁融合埋一齊。佢幫呢套全新嘅武學改咗個名截拳道。佢提出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嘅最高哲學。佢嘅名聲慢慢傳開去，全美國最頂尖嘅格鬥冠軍開始逐一 call 上門嚟拜師。荷里活最紅嘅明星亦都成為咗佢嘅學生。荷里活開始注意到呢個華人李小龍，以為機會終於嚟啦。佢敲製片公司嘅門，同佢哋講佢想做主角。對方客客氣氣咁答覆話會考慮，然後就冇下文啦。佢哋只係肯俾佢做配角，做一個跟喺主角身後打交嘅日本司機。每一集佢嘅功夫明明係全場最強，但係鏡頭永遠只會俾其他人。直到有一日，佢先至猛然發覺，原來嗰道門根本就唔係為佢而開嘅。嗰個年代嘅荷里活有一條不成文嘅規矩，亞裔嘅面孔絕對唔可以出現喺電影海報嘅正中間。呢個唔係能力嘅問題，而係膚色嘅問題。佢冇崩潰，亦都冇放棄，但係佢心入面好清楚，喺美國佢呢一世可能都企唔到佢應該企嘅位置。就喺呢個時候，香港嘉禾電影公司嘅老闆周文懷主動救上門嚟，開出嘅片酬比當時香港最紅嘅影帝仲要高出1倍。李小龍接受咗，佢心入面其實有些唔甘心。喺佢睇嚟，返香港只係
退而求其次嘅無奈之舉。但係佢唔知道，原來命運正喺度幫佢安排緊一條更加宏大、更加波瀾壯闊嘅路。不過喺返香港之前，命運首先俾咗佢一記重擊。1970年，佢喺度做舉重訓練嘅時候，脊椎嚴重受損，醫生好沉重咁同佢講：你可能呢一世都冇辦法再打功夫啦。李小龍沉默咗整整幾個月，佢只能夠攤喺張床度，身體完全喐唔到，但係佢個腦從來冇停過。佢開始深度研究道家哲學、西方心理學以及東西方嘅武學典籍。身體雖然被困喺床上，但係嗰個不屈嘅靈魂從來都冇倒下過。1971年，李小龍終於回到香港，闊別12年，根本冇人知道接下來發生嘅事將會徹底改變成個華人世界。返到香港之後，佢拍咗幾部電影，每一部都打破晒當年嘅票房紀錄。但係真正令歷史永遠記住李小龍嘅，只有一個場景。喺精武門入面，佢飾演霍元甲嘅弟子陳真，佢一個人衝入去日本武館，一個打晒所有人，打完之後佢行到嗰塊牌匾前面，嗰塊寫住東亞病夫4個字嘅牌匾，佢舉起拳頭一拳打爛咗佢，然後轉過身講出咗嗰句震驚世界嘅說話：中國人唔係東亞病夫。戲院入面有人企起身拍手，有人激動到喊咗出嚟，唔係因為劇情有幾咁感人，而係因為嗰句話講出咗幾代人心入面一直壓抑住嘅嗰一口氣。由鴉片戰爭到日本侵華，由被外國人嘲笑為東亞病夫，到公園門口掛住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所有嘅憤怒，所有嘅屈辱，被呢個男人喺大銀幕上面代替幾億人一次過發洩咗出嚟。嗰一刻，李小龍唔單止係一個演員，佢係幾億華人心入面嗰一口終於吐得出嚟嘅氣。後來荷里活嘅華納兄弟終於按捺不住，主動上門嚟同佢合作，拍咗《龍爭虎鬥》。嗰啲當年拒絕過佢嘅製片公司，而家排住長龍等佢點頭，唔夠100萬美金嘅成本，最終竟然收穫咗2億美金嘅驚人票房。成個西方電影界第一次為一個亞洲面孔而真正震動。佢令功夫呢個詞正式載入咗英文字典，佢令西方人第一次抬起頭嚟認真咁看待一個中國男人，佢令幾億華人第一次喺大銀幕上見到，原來我哋都可以係英雄，但係天有不測之風雲。1973年5月10日，喺完全冇任何預兆之下，李小龍正喺片場為《龍爭虎鬥》進行配音，配到一半，佢突然嘔吐大作，然後全身抽筋，跟住就冧咗落去。送入醫院嘅時候，佢已經冇咗呼吸，完全冇反應，叫佢個名亦都冇任何回應。醫生見到呢個狀況，即刻展開極限搶救，整整2個半鐘頭，用盡咗所有嘅醫療辦法，先至終於將佢由鬼門關度拉返出嚟。但係醒返過嚟嗰一刻，佢講嘢好似中風咁，口齒不清，認唔出清楚身邊嘅人，行為完全混亂。腦科檢查顯示佢個腦部已經出現嚴重腫脹。後來佢飛去美國做咗一次全面檢查，醫療報告上面清清楚楚寫住抽筋失調，醫生開咗止抽筋藥俾佢，再三叮囑佢一定要按時服藥，絕對唔可以過度疲勞，必須要好好休息。但係冇人能夠解釋點解一個身體狀況堪稱完美嘅男人會突然之間倒下。佢嘅身體入面到底收埋咗啲咩隱患？係天生嘅缺陷，定係多年嚟嘅極限訓練
一點一滴咁將身體逼出咗裂縫。嗰粒止抽筋藥，佢到底有冇按時食，冇人知。有智慧嘅人喺種下惡因嗰一刻就懂得警惕，普通人只有等到惡果爆發嗰陣先至知道驚。天道其實已經俾咗佢最後一次機會，令佢提前睇見嗰個果，俾咗佢警示，只係佢冇提起警惕，所以冇作出任何改變。返到香港之後，佢繼續拍戲，繼續練功，繼續將自己逼到去極限，因為佢係李小龍。丁佩講過，佢唔想俾人知道自己唔舒服，有苦自己知，就用嗰個光環死撐住。就喺呢段時間入面，佢講過兩句話。佢對演員約翰薩克松講，可能唔會再有李小龍啦。佢對老演員石堅講，堅叔，我唔會有你咁長命嘅。講完佢又繼續去拍戲。李小龍今次大難不死，但係佢萬萬估唔到，一個更加大嘅劫難將會喺53日之後降臨。1973年7月20日星期五嗰一日，李小龍正喺度討論緊一部電影嘅劇本，嗰部電影叫做《死亡遊戲》。晏晝佢同嘉禾電影公司老闆周文懷一齊去咗女演員丁佩嘅屋企。丁佩係台灣人，喺香港拍戲走紅，外界一直盛傳佢同李小龍嘅關係非比尋常。佢後來回憶話，佢中意我中意佢，就係咁。三個人坐低繼續傾劇本。夜晚7點半，李小龍話頭痛，丁佩攞咗一粒止痛藥俾佢。嗰粒藥係丁佩平時自己食開嘅，佢嘅媽媽都食過，從來未出過事。李小龍食咗藥，行入丁佩嘅睡房，攤落床休息，話想瞓一陣再食飯。周文懷就先離開，去附近嘅餐廳等佢哋。丁佩喺客廳睇電視，房入面非常安靜。夜晚8點半，丁佩入房睇咗一下，李小龍瞓得好熟，佢冇打擾，輕輕咁閂埋門。夜晚9點，佢又入去睇，仲係瞓緊。但係今次佢叫咗佢幾聲，李小龍完全冇反應。丁佩開始覺得有些不安，即刻打電話俾周文懷。周文懷話：我馬上返嚟。9點半，周文懷趕到，行入房，俯身叫李小龍，冇反應，再叫都係冇反應。兩個人試下搖佢推佢，大聲叫佢個名，李小龍依然一動也不動。丁佩即刻打電話俾自己嘅私人醫生朱柏懷。夜晚10點10分，朱柏懷趕到，佢行入房檢查咗李小龍嘅狀況，瞳孔放大，冇呼吸，脈搏全無。佢即刻叫救護車，同時展開急救，但李小龍已經冇任何反應。救護車趕到，將李小龍送往伊利沙伯醫院。點解唔送去距離更近嘅浸會醫院？朱柏懷解釋話，伊利沙伯醫院嘅設備比較好。呢個解釋後來引起咗好多人嘅疑問，但係冇人深究。夜晚11點，李小龍被送入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年輕醫生麥海雄當時正喺度當值，護士衝入嚟大叫：快啲去！李小龍入咗嚟！麥海雄初時仲以為佢喺度講笑，但佢都係跑咗過去。推開門嗰刻，佢呆咗。擔架上面攤住一個男人，面色一片死白，真係李小龍。麥海雄嚟唔切多諗，即刻撲上去，心肺復甦強心針一輪接一輪咁打，整整搶救咗半個鐘頭。最後佢停咗落嚟，抬起頭望住眼前呢個人，心知已經返魂乏術。李小龍就咁走咗。結束之後，麥海雄行出病房，準備開口問家屬病史。佢見到周文懷企喺出面，周文懷對佢講：李小龍係由屋企送嚟嘅。麥海雄當時後生，冇多諗，照單全收，將呢句話寫入咗病歷。
但後來佢先知道嗰句話係一個大話。李小龍唔係由自己屋企送嚟，而係由丁佩屋企送嚟。而且周文懷從來冇話俾麥海雄知，李小龍喺53日之前曾經喺另一間醫院差啲死過一次。嗰次佢嘅腦部已經出現咗腫脹，已經有抽筋失調嘅診斷，已經開咗止抽筋藥。麥海雄後來回憶話，如果我當時知道呢啲資料，我嘅急救方向可能會完全唔同。仲有一件事令麥海雄到今日都覺得好奇怪，嗰晚家屬同周文懷竟然冇一個人問過佢李小龍嘅死因。明明係應該問嘅，但係冇人問。點解冇人問？呢個問題至今冇答案。各位，關於李小龍嘅死，50年嚟出現咗4種講法，我哋一個一個嚟睇，一齊嚟答案。第一種，止痛藥過敏，呢個係死因庭嘅官方裁定，話李小龍對嗰粒止痛藥入面嘅成分產生咗嚴重嘅過敏反應，引發腦水腫，導致死亡。但係香港藥物敏感權威李希教授睇完所有醫療報告之後，提出咗3個極大嘅疑問。第一，過敏反應通常喺幾秒鐘到幾分鐘之內就會發作，但李小龍食藥之後瞓咗將近2個鐘頭先至出事。第二，佢以前曾經食過同款嘅止痛藥，從來冇出過事。第一次出現嚴重致命反應嘅機率極低。第三，解剖顯示佢嘅氣管完全正常，冇任何收窄嘅跡象，完全唔符合過敏反應嘅醫學特徵。李希嘅結論係止痛藥過敏之說根本唔吻合。第二種講法，水中毒。西班牙一本醫學期刊發表過一篇研究，認為李小龍長期大量飲水同果汁，導致腎臟無法及時排出多餘嘅水分，引發低血鈉症，最終造成腦水腫死亡。呢個講法有一定嘅醫學根據，而且能夠解釋點解佢個腦部會出現腫脹。第三種講法，癲癇猝死。香港資深法醫潘偉明研究過李小龍嘅醫療記錄之後提出，李小龍5月突然昏迷、腦部腫脹以及7月嘅猝然離世，或許都同癲癇有關。醫學上有個名詞叫做 SUDEP， 亦即係癲癇患者突發性猝死症候群。患者有時會喺睡眠中突然死亡，冇明顯外傷，冇激烈掙扎，甚至連發出求救信號嘅時間都冇。潘偉明認為呢個或許能夠解釋李小龍生命最後2個月接連出現嘅異常狀況。不過呢個始終只係眾多推測之一，至今仍未獲得醫學界一致認可。事實上，李小龍5月昏迷之後，美國腦科醫生已經診斷佢有抽筋失調，並開咗止抽筋藥。喺救護車上，周文懷亦曾經對救護員講過，李小龍曾經患有腦癇症。但係喺死因庭上，李小龍嘅妻子連達卻矢口否認丈夫有呢個病。點解？冇人解釋過。陪審員退庭商議，僅用咗15分鐘就做出咗裁決，死於非命。呢4個字喺法律上嘅意思，其實就係話我哋唔知佢點死嘅。50年過去啦，呢件事依然係一樁懸案，種下嘅因唔會因為你忘記咗就會消失唔見，佢只係喺度等因緣成熟嘅嗰一日，而嗰一日係邊一日冇人會知。各位，有一件非常奇怪嘅事，好多人都唔知。李小龍嘅爸爸李海泉晚年係喺睡夢中離世嘅，李小龍自己係喺丁佩嘅睡房入面睡夢中離世。李小龍嘅阿哥 Peter 有日佢個仔返屋企，發現佢攤喺梳化上已經走咗，同樣
係喺睡夢中離世。三個人嘅離世方式都帶住某種驚人嘅相似，冇長期臥病在床，冇漫長嘅告別，而係喺毫無預警之下突然之間離開。各位，呢個究竟係巧合定係命運？係家族遺傳嘅隱疾，定係天意如此安排？冇人能夠回答。各位有冇諗過，點解一個家族入面有些事情會一再咁重複發生？呢個唔係詛咒，亦唔係純粹嘅巧合，而係一條仲未走完嘅因果線喺度等人去結。有一件事冥冥之中好似早有安排。李小龍最後一部電影片名叫做《死亡遊戲》，佢就係死喺呢部電影嘅拍攝期間。電影入面有一句台詞係佢自己親自揀嘅，生係一個等待死亡嘅歷程。呢句話佢講嘅時候，距離佢自己嘅死亡仲有幾遠？冇人知，佢知唔知？但係命運一定知。李小龍死後20年，1993年，佢個仔李國豪喺美國拍攝電影《烏鴉》嘅片場，被一把道具槍意外射中，當場身亡。嗰一年，李國豪得28歲，爸爸死喺片場，個仔亦都死喺片場，因果輪迴，令人毛骨悚然。1973年7月24日，香港九龍殯儀館嗰一日，香港出動咗超過300名警察，只係為咗維持秩序，因為成個殯儀館外面密麻麻擠滿晒人，街道、走廊，每一個可以企得落人嘅地方，全部都企滿晒，冇人組織佢哋，冇人通知佢哋，佢哋全部都係自發咁嚟嘅。嗰日有人由凌晨開始就已經守喺出面，只為咗最後見佢一面；有人由幾十公里外特登趕嚟，只為咗喺靈柩前面低一低頭；有人咩都冇講，只係靜靜咁企喺度流眼淚。棺木入面，李小龍着住一件深藍色嘅唐裝，靜靜咁攤喺度，就好似瞓着咗咁。成龍後來回憶起嗰一日，佢話自己企喺人群入面，望住眼前呢一切，根本唔知講咩好。嗰個時候佢仲好後生，只係一個默默無聞嘅龍虎武師，幫人做替身。佢望住嗰副棺木，心入面諗緊嘅呢個人改變咗成個世界，然後就咁走咗。2日之後，連達帶住李小龍嘅遺體登上咗飛往西雅圖嘅飛機。飛機起飛之前，連達對住守喺機場嘅記者講咗一句話，請俾佢平靜咁安息，記住佢嘅天賦、佢嘅武術以及佢為大家創造嘅奇蹟。1973年7月30日，西雅圖彼特沃夫殯儀館，今次嘅葬禮安靜咗好多，只有100幾人出席，但係送佢最後一程嘅全部都係佢生命入面最重要嘅人。棺木旁邊擺放住用鮮花紮成嘅太極圖，嗰個係截拳道嘅徽號。扶靈嘅6個人入面，有史提夫麥昆，有詹士高賓，呢2位當時荷里活最頂尖嘅白人巨星，親手抬住一個中國人嘅靈柩，送佢入土為安。各位，你哋知唔知呢個畫面意味住咩嘢？嗰個年代嘅荷里活亞裔根本冇資格做主角，嗰個年代嘅美國中國人係絕對嘅弱勢群體。但係就喺嗰日，荷里活最閃亮嘅2粒星彎下腰抬起咗呢個中國男人嘅棺木。喺李小龍嘅一生入面，冇咩嘢比呢個畫面更加能夠說明一切。棺木緩緩咁落入地下，連打放咗一首歌，係李小龍生前最中意嘅歌，叫做《當我死去之時》。就咁樣，佢喺西雅圖湖景墓園安靜咁長眠。後來佢個仔李國豪亦都安葬喺佢身邊，父子同眠喺嗰片安靜嘅墓園入面。佢走咗，但係佢走咗之後，有些事情先至真正開始。佢死後唔夠1個月，龍爭虎鬥喺美國洛杉磯首映，
格勞曼中國大戲院外面，兩隊中國舞龍舞獅隊沿住荷里活星光大道一路行過，人群將成個街區圍到水泄不通。龍爭虎鬥最終嘅票房超過2億美金，嗰係一部冇主角嘅電影，因為主角已經唔喺度啦。但係嗰部電影話俾全世界聽，嗰個男人曾經存在過，而且佢嘅存在徹底改變咗成個世界看待中國人嘅方式。佢過身之後，香港電影陷入咗一段迷惘期。荷里活同香港嘅製片公司周圍去，能夠填補佢空白嘅人，於是出現咗一批又一批嘅李小龍替代品，甚至有演員改名叫做李小龍二世、李小虎，企圖靠模仿佢嘅外形同動作去複製佢嘅成功，結果全部都失敗晒。因為你可以模仿一個人嘅外形，但你永遠冇辦法複製一個人嘅靈魂。真正接棒嘅人行嘅係完全唔同嘅路。成龍用雜技同喜劇將功夫片帶入咗另一個維度，李連杰用傳統武術嘅美感令世界睇見中國功夫嘅另一面，吳宇森用李小龍打開嘅嗰道國際市場大門，拍出咗英雄本色，重新定義咗香港電影。導演吳宇森曾經講過一句話，喺李小龍之前，香港電影業就好似閂埋門做生意咁，狹隘封閉。喺李小龍之後，我哋先至有機會被外國人看見。佢為我哋打開咗嗰道門，嗰道門從來冇再關上過。但係李小龍留低嘅唔單止係一道打開咗個門，佢仲留低咗一套思想截拳道。喺佢死後，以一種連佢自己都未必預料到嘅方式，改變咗整個人類嘅格鬥史。喺佢之前，全世界嘅武術都活喺門派嘅牢籠入面，空手道有空手道嘅規矩，柔道有柔道嘅體系，西洋拳擊只准用拳頭，傳統功夫唔准踢低腿，每一種武術都喺自己嘅邊界入面打轉，大家誰也不服誰，亦都唔肯向其他人學習。李小龍話呢個係錯嘅，佢話武術根本冇門派之分，只有用同冇用，你攞過嚟用得着嘅就係你嘅，你用唔上嘅就掉咗佢。呢個思想喺佢死後慢慢發酵。1993年，美國第一屆 UFC 正式開打，嗰場比賽嘅規則就係冇規則，企喺度可以打，瞓喺地可以打，任何武術背景都可以上台。總之睇邊個贏。嗰一晚，傳統武術嘅神話被一個一個咁打破，但同時一種全新嘅格鬥方式開始喺全世界蔓延。UFC 嘅總裁白大拿後來公開咁講，李小龍就係世界綜合格鬥之父，如果冇佢嘅理論同哲學， MMA 呢項運動根本唔會出現。佢從來唔會將自己束縛喺一種流派入面，任何人只要提到搏擊，10個人入面有9個都會提到佢。UFC 嘅超級巨星康納麥格雷哥話，李小龍係佢永遠嘅偶像，佢將截拳道嘅理念完全融入咗自己嘅格鬥風格入面。今日全世界每一個 MMA 選手，無論佢哋知唔知道佢哋嘅訓練方式入面，都必定有截拳道嘅影子，打破門派界限，融合站立與地面，以有效為唯一標準。呢個就係嗰個32歲嘅男人死後留俾世界嘅武學遺產。但係呢個仲未係佢最深遠嘅影響。佢最深遠嘅影響係一個念頭。佢講過一句話，後來被無數人引用，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呢句話表面上係講緊截拳道嘅格鬥哲學，但實際上佢係一種人生態度，唔好被任何框架束縛住，
唔好因為其他人話呢樣嘢唔可能，你就真係信佢唔可能。用你可以用到嘅一切去做你想做嘅事，用你嘅方式活你自己嘅人生。佢係咁樣講，亦都係咁樣活。一個廣東人喺三藩市出世，喺香港長大，喺美國讀書，喺荷里活碰壁，最後喺香港爆發，用英語征服西方，用中國功夫打破種族偏見。佢嘅一生本身就係以無法為有法嘅最佳寫照。你問成龍點解要自創嗰套功夫喜劇風格？因為佢冇辦法成為李小龍，但係佢可以成為成龍。你問點解今日喺荷里活會有楊紫瓊企上奧斯卡嘅頒獎台？因為嗰道門係李小龍用佢嘅一生替所有亞裔演員撞開嘅，冇佢嗰道門，唔知仲要等幾多年。1979年，美國洛杉磯市政府正式宣布設立李小龍日。1993年，即係佢去世20年之後，荷里活星光大道上面鋪上咗屬於佢嘅紀念星輝。揭幕儀式嗰一日，啱啱失去個仔李國豪嘅連達企上台，把聲冇顫抖。佢話國豪非常之想嚟呢度，佢講過呢個係佢爸爸應得嘅。今日我哋喺度慶祝佢嘅一生。1999年，時代週刊評選20世紀最重要嘅英雄與偶像人物，李小龍嘅名赫然出現喺名單上面。同佢並列嘅係甘地，係曼德拉，係馬丁路德金。一個拍功夫片嘅演員，竟然同改變世界歷史嘅政治領袖放喺同一個名單上。時代嘅編輯解釋話，因為李小龍改變咗世界對亞洲人嘅想像。喺佢之前，西方嘅電影同媒體入面，亞裔永遠係沉默嘅、順從嘅、邊緣嘅。喺佢之後，亞裔可以係英雄，可以係主角，可以係最強嘅嗰個人。呢個改變深深影響咗幾億人嘅自我認知。仲有一件事，可能好多人都唔知。2001年，台灣歌手周杰倫發行咗一首歌，叫做《雙截棍》。嗰首歌入面唱嘅，正正就係對李小龍嘅致敬。嗰把雙截棍係李小龍嘅標誌。嗰首歌後來成為咗成代華人嘅青春記憶。好少人能夠喺死後28年仲可以令到年輕一代為佢寫歌。各位，佢走咗50幾年啦，50幾年係一段好長嘅時間，長到足夠一個蘇蝦仔由出世到長大成人，長到足夠一個時代由繁盛步向落寞。但係有一件事50年嚟從來冇改變過，全世界每一個地方，只要有人開始學打功夫，就一定會有人問起李小龍。全世界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覺得自己因為膚色、因為出身、因為某種偏見而被呢個世界拒絕嘅人，都曾經喺某個夜闌人靜嘅時候諗起過李小龍，然後同自己講，佢都做得到，我一樣可以。呢個先至係佢真正嘅遺產，唔係嗰幾部電影，唔係嗰套截拳道，亦唔係嗰副強健嘅身體，而係嗰個念頭。你能夠做到你被告知不可能做到嘅事。佢講過，我唔怕練過1萬種招式嘅人，我只怕將一種招式練過1萬次嘅人。呢句話講嘅係功夫，亦都係講緊人生。1萬種招式係平庸嘅多元，一種招式練過1萬次係深入骨髓嘅極致。佢呢一生就係將打破偏見呢一件事練到極致，由三藩市到香港，由香港到荷里活，由荷里活到全世界，同樣嘅事，同樣嘅力度，重複咗一遍又一遍，直到成個世界都聽到為止。呢個就係嗰度閃電劈落嚟嘅一刻，萬物發聲，全世界都抬起頭嚟望住佢，心生敬畏。嗰度光嚟得快，走得仲快，但係佢劈過嘅地方
永遠留低咗不可磨滅嘅痕跡。各位，講返開場嗰個問題，佢呢一生究竟種下咗咩因？點解會得到短壽嘅果報？命運有冇俾過警告佢？有，俾過唔止一次，係3次。第一次就喺佢出世嗰一刻，嗰條斷斷續續嘅生命線，嗰個龍與龍為之自刑嘅命格，嗰個父母用盡辦法壓殺都壓唔住嘅天命，命運早喺佢仲未開口講嘢之前，就已經將警告寫咗喺佢嘅掌心上面，只係當時冇人讀得懂。第二次，1970年脊椎受損，被逼攤喺床度，命運想用一場傷患強迫佢停低落嚟。第三次，1973年5月喺片場突然昏迷，搶救咗2個半鐘頭，先由鬼門關拉得返嚟。嗰個係死亡預言，係命運俾佢嘅最後一次機會。3次警告佢都死頂撐過去，但係佢始終冇停低落嚟。已經有云：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佢將自己嘅身體當成一件永遠未完成嘅藝術品，一刀一刀咁雕刻到極致，刻到最後嗰件作品完成咗，但係嗰個人亦都耗盡咗。佢用一生打破咗全世界對中國人嘅偏見，卻唯獨冇打破到自己身體俾佢設下嘅極限，嗰個先至係佢一生真正嘅對手。各位，睇完李小龍嘅一生，我想問大家個問題：如果李小龍慢少少，佢能唔能夠活到60歲？也許可以，但如果係咁樣嘅話，佢仲係咪李小龍？呢個世界有種人天生就係要燃燒嘅，唔係因為佢哋唔懂得珍惜自己，而係因為佢哋根本停唔落嚟。葉問曾經教過佢水嘅哲學：上善若水，以柔克剛，隨勢而動，遇阻則擾。李小龍明呢個道理，佢講過：你要似水一樣，水冇固定嘅形狀，但佢能夠穿透世界上最堅硬嘅嘢。佢明，但係佢活唔出嚟，因為佢骨子入面係火，唔係水。火燃燒得越旺，熄滅得就越快。呢個就係佢嘅明。各位，我哋每個人心入面都有一條生命線，問題唔係佢有幾長，問題係你到底有冇好好聽過佢講說話。命運俾過李小龍警告唔止一次，命運俾過我哋嘅警告亦都唔止一次。身體疲憊嘅時候，佢喺度講嘢；夜晚眼光光瞓唔着嘅時候，佢喺度講嘢。心入面有個聲音話俾你聽，應該停低啦嘅時候，佢喺度講嘢。李小龍懂得水嘅道理，卻活成咗一團烈火。知道同做到永遠係兩回事。各位，你心入面嗰把知道嘅聲音，你有冇喺度聽？你有冇喺度聽？李小龍32歲走咗，佢留低嘅唔單止係電影，唔單止係功夫，唔單止係嗰句中國人唔係東亞病夫，佢留低嘅係一個問題，一個每個人都要回答嘅問題。你呢一生要點樣活？要活得似閃電雷震四方，光芒四射，直至燃燒殆盡，定係活得似水游而不屈，細水長流，走得更遠？呢個世界冇標準答案，但係易經話俾我哋聽，天下萬物剛柔並濟先至可以長久。一味求剛，亢龍有悔；一味求柔，又難成大器。懂得喺剛與柔之間間到平衡嘅人，先至係真正嘅智者。李小龍係呢個時代最耀眼嘅閃電，佢用32年活出咗好多人一世都活唔出嘅光芒。只係嗰道光嚟得快，走得仲快。願佢喺另一個世界終於可以放低嗰副盔甲，好好休息。